想着起航，多少次的等待，远方的朝阳，陌生的梦想和执着的倔强，在这一路之上也曾感到彷徨。我矗立在茫茫生命之巅，总被时间改变，失去力量也曾在迷茫中成长。我徘徊在茫茫人海之间，说再见吧昨天，坚强面对，勇敢着去绽放。萍萍，说这事儿我该怎么办啊？他们已经幕后定了冠军了。你说这帮人也真是的，人前一套背后一套的，这还有王法吗？你别着急，我不也生气吗？能有什么用啊？要不我们就听他们的。啊，我们跟他们一块儿拼观众啊！妮子，我觉着吧，现在进入10强的选手实力也都差不多，现在拼的不是实力，而是幕后的力量。像我们俩这种刚毕业的学生，吃亏的还不是我俩吗？冰冰，你怎么跟那人说话一模一样？哎，你跟张志恒说了吗？那他肯定会帮你。他是说帮我打听打听。他不是认识赞助商吗？他上哪认识赞助商啊？那他肯定让他父母帮你说说话吧。我跟他说了，这是我的事儿，我不想麻烦别人。再说了，他爸他妈也不同意我跟他的事儿。他爸他妈不同意你们俩在一起啊？你怎么没跟我说呀？这有什么好说的？怎么了，冰冰？我就是怕，这话传出去对你不好。冰冰，谢谢你。快还要查岗了吧？行了行了行了，赶紧走吧。快快，回去注意安全啊！妮子，你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，把门锁好，注意安全。我都住了多少年了，大小姐，快走吧，我不送你了啊。周总啊，我什么时候都方便，看您时间来。那行，那就定明天中午咖啡厅见。行，谢谢周总啊。好，明儿见。我不光是为了这些钱才参加比赛的，我本来就是学表演的，能上舞台上实践自己，这有错吗？我还不足以给你安全感吗？我从来都没有否认，但是安全感不能够代表一切。我一直都觉得自己挺独立的，我希望以后也是，包括经济上的独立。我如果做不到，我就没有勇气面对我们俩的感情。我们张家不能要一个选秀冠军来做儿媳妇。
不眼见土匪了，那导演非让我傻这样子说话，说这样够狠，我现在嗓子都回不来了。不是我说你，是看我现在这样特开心啊。是啊，你现在嗓子老性感啦。也就你实诚，他让你用力你就那么用力呀？最多不过夫人心，这天下为小人与女子，难养也。难养难养。行了，嗓子都这样了，快点喝口水。我老伤心了，我跟你说。喂，没事吧？啊？喂，你别吓我。行不行啊？啊？要不咱去医院？我不去。再喝点水，快！我看你这小可怜样儿，行吧，晚上带你吃点好的，犒劳犒劳你。说吧，想吃什么？上网查一下啊。还好今天是周五啊，要到了周末就人满为患喽。哎，今儿周几？周五啊，怎么了？不行，这是梦妮10强比赛，咱们回家吧。好啦，没事啦。你就给我装吧你！我没说。要不咱这样吧，咱呢买点东西回家吃。怎么着？去还是不去？去！哇，我老乐意去了。一会儿呢，我们就到前面的饭馆买一点外卖，顺便我再帮你买瓶啤酒，好不好？然后我们就回到家里，坐在沙发上，舒舒服服的看着你前尊夫人的表演。你就一边吃着小菜，喝着小酒，我呢就在后面给你揉揉肩呐，捶捶背呀，让你活活的美死，行吗？你这评书说的不错。狗姐，咱能走了。Let's go! Go go go! 慢点开啊！慢点开，我知道，我又不是开飞机，我开那么快干嘛？开飞机的是什么？反正又不是我看。妮妮，我有件事情想告诉你。海州女儿选秀最大的投资方是我妈妈。你告诉他了？我只是想帮你，没有别的意思。我知道。这件事情我妈妈也是刚刚才知道，但是她说她没有办法去改变其他人，因为这件事会直接影响到一些赞助商以后的合作，所以其实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尽快的去适应这个社会。我相信你也明白，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是一山更比一山高。行了，你可不可以别说了？这些天所有人都在告诉我，这个世界是什么样，社会是什么样，我应该怎么样适应社会，怎么样去包容这些不公平。我就像一个在做梦的孩子，你们拼命的想摇醒我，告诉我看见的那些美好的东西，宫殿、鲜花、糖果，什么都是假的，只有利益和生存才是真的。妮妮，对不起。没事，我明白你现在的心情。好了好了，我决定了。决定什么？我
我决定退出比赛。这是你想好了说的，还是一时的气话？我昨天晚上想了挺长时间的，发现自己就是不愿意面对它。从小到大，一直都在回避这些让我觉得不那么美好的事儿。其实这些事儿也不是没在身边发生过，只是不愿意去面对。很小的时候，妈妈就不在了，可是我总是告诉自己，我妈妈只是出远门了，总有一天会回到我身边。想着想着，就跟真的一样，我总是相信奇迹会发生在我身上。就像这次比赛一样，我相信比赛的结果一定会给我一个公平的评判。虽然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，所以我决定了退出比赛。然后呢？没有然后呀，你看，这些事情我都经历了，我也都知道了。我不认同的事儿，我就退出了。其实，你才像个天使。见过天使什么样吗？我见过。谁听过你爱过我，牵连太多的错，感情已太过，却反复上演错过的结果。谁领悟爱的执着，却对不起。放手这一刻无声。请问，周总什么时候过来啊？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周总今天临时有事儿，来不了，所以特地委托我来跟你谈。可是前几天我跟周总已经说好了，不是已经定我是冠军了吗？跟周总他们说好的女孩啊，不下10个8个，你敢肯定你就是那个最有把握的？金小姐，这个世界上比你聪明的女孩不止你一个，同样想走捷径的女孩也不止你一个。在海州10强这些女孩里面，论哪个不比你的势力大、背景深？你能走到今天，已经算是不错了。所以我劝你，还是跟我们合作，不要像那个孟妮，傻的非要跟我们对着干，到最后吃大亏的是你。您能让我跟周总再通一次电话吗？打吧。谢谢。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，请稍后再拨。怎么，电话关机了吧？别再妄想了，金小姐，是时候做决定了。接个电话。喂，孟小姐，想好了？我决定退出比赛。孟小姐就是个聪明人呐。鉴于孟小姐这次跟我们合作，我们将会对你有一定的补偿。第一，我不是你说的聪明人；第二，我不需要你的补偿。连最不愿意合作的孟小姐
都已经决定退出比赛，你还在犹豫什么？金小姐，你再好好考虑考虑，我还有事，就先走了，再见。媳妇儿，周总还没来吗？你怎么来了？陪你一块等会儿。不用陪我，等你回去。别呀，我刚过来就回去，等会儿。你回去吧，不用你陪我。媳妇儿，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没事。不会影响今晚的比赛吧？不会。媳妇儿，我跟你说，有什么事儿你可得说啊，别自己扛着，咱俩一起面对，一起解决啊，媳妇儿。不是你烦不烦呀？我说没事就没事，你烦不烦呀？赶紧走。别生气。走。这样，媳妇儿。哎，走吧。收到最激烈、最火爆的海口女儿总决赛。是的，现场真是火爆至极。那你知道这么火爆的原因是什么吗？这个场内场外都有非常多的因素。您啊，是今天谁会火爆啊？这不能换这些。这也是波波姐啊，这地方不该那么比劲，错看吧。看他笑得跟花儿一样，弄得像他选秀似的。哦，聚集美丽，成人之美。成人之美要这样说的话，您说我们在场的这10位选手个个亭亭玉立的，您说我们成谁之美比较好啊？太难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可可，你看到梦妮了吗？没有啊，还没出来吧？这都走了一圈了。哎，真的，真没出来。这会不会临时有什么事儿啊？没事儿，比赛还没开始呢，一会儿就出来。不可能啊，他是个时间感最强的人，这10强比赛他怎么可能迟到呢？哎，老大，梦妮为什么现在不提？他怎么了？这事儿我也是刚知道，他可能退出比赛了。是不是他们家出什么事儿了？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。哎，老大，我先不跟你说了啊，那个我待会儿问一下秦兵啊，先支持队长，他肯定不会有事的。好，好。没事吧？好啦，你别这样。说不定梦妮觉得参加这种比赛没什么意思，自己主动退出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快看，另一个熟人出场了。你又干嘛呀？非常的热情，我们秦明小姐也非常的漂亮。那么你为大家准备了什么精彩的节目呢？可能是秦明小姐有一点点紧张，没关系。你看，你一上来，我们现场的观众那么的热情，而且非常的喜欢你。今天你站在这个舞台上，最棒的，是不是啊？现场的观众朋友们，让我们大家用你们热烈的掌声、尖叫声来给他加油打气！加油！加油！不要紧张，加油！
想好要告诉他们，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吗？您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节目呢？我知道，唱也白唱。这个选秀本身就是一个闹剧，根本就没有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他们早就内定好了冠军，我们只是来做一个陪衬而已。秦小姐，不好意思，可能是我们的选手和我们的主办单位之间有一点小小的误会，但是喂，小刘，马上按第2套方案执行，节奏要快，不能给观众过多的思索时间，抓紧。怎么回事？我哪知道呀？私下套不全。看来我要先回去一趟。我今天表现好吗？非常好。你知道吗？你做了一件很多人都不敢做的事儿。你这是为民除害。老公，谢谢你。不要想太多，你就是冠军。怎样啊？怎样啊？唱我唱就不唱了。不好意思。现在该怎么办呀？哎呦，这个死丫头简直想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！我是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。陈总，现在陈总吧，陈总，我们现在这都不知道该怎么，不是。抱歉，大家安静一下。抱歉让大家受惊了。我是本次大赛总决赛赞助商聚美优品的 CEO 陈欧。刚才让现场的观众、嘉宾、评委老师们，还有电视机前的您，受到一些意外的刺激。其实这都是我们这次比赛，我们准备一些小小惊喜。台上每个选手都是才艺双全，但聚美优品的形象大使，我们要求他一定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。所以今天我们设计了一个小的环节，特殊的环节。我们在比赛开始前和每个选手谈条件，以此考验他们的道德水准。到目前为止，秦丁小姐以其刚直不阿的表现，赢得了此次比赛。所以今天我宣布，聚美优品下年度的形象大使是我们的秦丁小姐，谢谢。我怎么就觉得这话不像是主持人说的？考验选手的职业操守，肯定不是。不过这主持人反应也太快了吧？假作真实，真亦假呀。什么意思啊？来，我问你啊，你之前放弃了比赛，会不会后悔？不后悔。那就由他们说喽。寥寥数语就能力挽狂澜，漂亮。通过这次这件事儿，我的项目经理该下课了，差点被他们弄出大丑闻。秦小姐，请放下去吧。
秦小姐现在不方便接受采访，对不起各位，秦小姐现在不方便接受采访。秦小姐，您是怎么知道这次节目背后的暗箱操作？你交易潜规则了吗？秦小姐，请问你是什么时候知道了这个消息的呢？秦小姐，您知道这次的内定冠军是谁吗？秦小姐，刚才聚美优品的陈总力挺您，请问你们是老相识了吗？秦小姐，我跟你们说了多少遍了，他现在不方便接受采访。有什么问题，你们明天或者后天你们去问他的经纪人，好不好？现在是这样。你们说的怎么样？秦小姐你好，恭喜您获得了本次比赛冠军，麻烦请您跟我回演播大厅领奖吧。别照。下面我宣布，本届海椒女儿的总冠军是秦冰小姐，恭喜秦冰，恭喜！还是我们的秦小姐有请。秦小姐，恭喜你成为聚美优品形象大使。你今天表现出来的这种正直、这种真性情，让你成为了自己的代言人。你的美丽事业，聚美优品将会终身赞助。恭喜！太牛了，这个秦冰，可以啊！刘一鸣，快出来，秦冰拿冠军了！对，帮我订一个明天最早的航班去海州。好，谢谢。你要去哪儿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大半夜的，你又发什么神经病啊？过两天我爸过生日。是吗？是。是吗？是。是不是？不回答也没有关系。我知道嘛，一整个晚上不知道梦妮儿去哪儿了，当然该着急了，所以明天就该回去了，对吧？不是。狡辩也没有用，就是。你是不是真的要回去？刘一鸣，你就不能好好的拍几天戏吗？这才几天呢，你又要回去？那是不是之前我说的那些话，你都把我当耳旁风了？行，你回去吧，我再也不会管你。刘一鸣，我告诉你。你就是一逃兵，你过去是，现在是，你将来还是。我怎么逃兵了？你说你怎么逃兵了？我给我爸过生日怎么了？你爸是过生日吗？刘一鸣，我告诉你，瞎眼了我！少跟我说这些废话。你们不知道这种事情的后果有多严重吗？名誉损失了，一辈子都找不回来的。现在跟我说好话求情了，我告诉你们，这是你们自作自受。好吗？别跟他们生气啊，不值得。好啊，陪妈妈坐会儿。嗯。儿子。你说昨天晚上，观众能信吗？
我觉得大部分观众都应该相信吧。可我还是很担心，那个叫秦斌的女孩是不是你朋友啊？是啊。这个丫头挺聪明，胆儿也够大的。没想到最后来了这么一招破釜沉舟，反败为胜，够厉害。妈妈，那这么说，考验选手的那一个环节，真的就是个救场啊？自从你跟我说过这事儿以后啊，我最近都没睡好觉。我好好想了一想，干脆做个人情，来个顺水推舟。秦斌这么聪明的女孩，不会见好不收的。儿子，你是不是觉得妈妈有点儿……没有了，妈，真没有。梦妮儿，怎么没看见梦妮儿出现在比赛现场啊？他退出了。退出了？在主办方找了他几次之后，他对我说，他经历过了，他也看到过了，他不认同的游戏规则，他放弃。这丫头倒是值得我好好跟她谈一谈。小时候，妈妈对我讲，大海就是我故乡，海边出现，海里成长，大海呀大海。喂，冰冰啊，我在陪我爸呢。哦，我还忘祝贺你了，恭喜你拿冠军。是啊，院长都表扬我了。哎呀，你怎么没参加比赛呀？那我不是胜之不武吗？我说啊，你也别夸我了，我那儿啊叫被逼无奈。谁知道那帮人真的假的呀？哎，我可挑你理了啊！你不参加决赛怎么不告我一声啊？你们家刘一鸣都要急疯了。哎，我可跟你说啊，刘一鸣天天看你比赛，知道你没参加决赛，那急疯了一样给我们家关海打电话。您现在可是挥一挥手就能牵动千军万马。喂？我在听。冰冰，我先不跟你说了，我爸正叫我呢。爸，是冰冰的电话。她告诉我，她拿了冠军，可高兴了。志恒也问我来着，说我后不后悔退出比赛。我不后悔。其实我也没有想过。他问我的时候，我才突然意识到，心里一点遗憾的感觉都没有。你说奇不奇怪？怪。怎么怪？像古语。说我像妈妈呀？没妈妈好看。好看。好看。哎，你跟我妈认识的时候，是不是也像我现在这么大？古语大学毕业了。他不是我的学生。是，他不是你的学生，他是在实习的时候到你们设计院，你们才认识的，对不对？我知道我的年岁大，我没有恋爱过，我只喜欢古语，我就喜欢古语嘛，我就喜欢古语嘛。我知道的，我都知道。
爸，其实你跟我妈在一起，是不是也像罗密欧与朱丽叶一样，不被大家接受，不被大家认可？现在我终于知道了，为什么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讲了这么多年，大家还是喜欢听。因为真正的爱情，从来都是不容易得到的。罗密欧啊，罗密欧，为什么你偏偏是罗密欧？否认你的父亲，抛弃你的性命吧。也许你不愿意这么做。那么，只要你宣誓做我的爱人，我也不愿意再信开普莱特。罗密欧，抛弃你的性命吧！我愿意用我整个的心灵来赔偿你这个身外的空名。那么，我就听你的话。你只要叫我做爱人，我就重新受洗，重新命名。从今以后，永远不再叫罗密欧。你是什么人？在夜里躲躲闪闪，偷听人家的话。我无法告诉你我的名字。敬爱的神灵啊，我痛恨我自己的名字。如果可以将它们写在纸上，我一定会将它们撕得粉碎。哎，这个不是那个选秀冠军吗？是啊，这也算是一骂成语。你说现在这个选秀节目各种奇葩都有啊。媳妇儿干嘛呢？去！干什么紧紧张张的？吓死我了！你吓死我了！知道吗？现在有好多记者来我们家采访，没有人跟着你吗？对，你现在是大明星了。哎，那你出门上街的时候要不要戴墨镜、戴帽子什么的？我妈跟你想的一样，这不上街买去了吗？你妈不在。媳妇儿，你看看我给你带什么了啊？当当当当，戴上试试。Beautiful， 警察肯定一定抓你。讨厌。媳妇儿，你说以后要是咱俩一块儿上街的话，是不是也得像贼那样东躲西藏、东看西看的？你又不是明星，你躲什么呀？你是明星啊，我是你情人，明星和情人在一块儿就有绯闻。
狗仔队不都靠这活着吗？谁说你收钱？我认识你是谁呀？哎呦喂，哎呦喂！中了状元想当陈世美不是？我可告诉你啊，我秦香莲抓你死都不放手。这字儿写的太难看了，媳妇儿，我跟你说，你妈有时候挺逗的。你说你当明星，她练什么字儿啊？谁说是我妈写的呀？不是，这屋里还有谁呀？难道你写的？不能啊，你字儿我认识啊，没这么难看呀。真是你写的？小人眼拙，艺术签名。不懂就别瞎说。哎，明儿我爸生日。哦，那帮我问叔叔生日快乐。如果可以的话。这陌生角色，仰慕着每个角落，双人一般过来。我回来是想问你，为什么要退出比赛？望不穿这暧昧的暮色。我本来以为是因为梦叔，是因为他吗？不是。那为什么？也许有些事情，到了一定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，它并不属于你。这包括我。谁听过你爱过我，牵连太多的错，感情已太过，却反复上演错过的结果。